Hello，大家好，我係嘉怡，溫哥華地產經紀，即刻講下11月嘅樓市情況。首先我講下出售嘅情況先。喺10年嚟，平均每年咧，大溫地區都會出售2638個住宅單位嘅喎。好似上年10月咁咧，就出售咗2632個。今年咧就係少咗大概400個，得2255個單位出售。咁就係反映到樓市咧，其實係比10年內慢嘅。咁啊，跟住講下貨源啦，係有幾充足啊。上年10月咧，放盤嘅單位咧，大概有14,477個，10年平均大溫地區咧，每年都有12,063個嘅喎。至於今年咧，有成15,393個單位，所以好明顯咧，貨源又係多咗啦。輪到講價錢喎，獨立屋比起上年跌咗4.3%，公寓就跌咗5.1%，townhouse 咧就跌咗3.8%。咁所以總括嚟講咧，出售少咗，貨源多咗，價錢跌咗，連加拿大央行咧都將佢嘅隔夜利率咧由2.5減到2.25，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唔怕凍嘅買家絕對可以趁呢個時候揾下有冇心儀嘅筍盤咯喎。今日講住咁多，希望幫到大家，拜拜。